是在地新闻，后来讲，这个学者早到国外去研究的小米，其中有28种的品项是来自南投县的信义乡。台大演习林认为，这真有意义，就把这个品种带回到信义乡的九美国小，和师生做伙来种。即摆这个小米熟了，老师甲学生欢喜做伙来采收。 学生分工合作来采收小米，虽然因为疫情学校停课，不过也是有囡仔坚持要来学校和老师做伙采收小米。先看老师怎么去把那个小米用掉，然后我再去用啊，觉得很开心啊，因为可以做以前的那个仪式。 过去这小米，某学者早去国外研究，伫台台拢加去推动小米转去的计划，发现有28种品项来自信义乡。台大实验林管理处嘛，将这小米再转去九美国小继续种。我们历尽了就是开垦，然后播种，然后再来就是除草季，然后再小米收账季，然后12季换林季，到现在的收成季。学校嘛将这小米分享给附近的学校等等，和信义乡完成小米继续保存来。 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